一個咧就6月28號嘅，一個6月29號今晚嘅，一個咧就琴日嘅。琴日咧因為去咗旅行啦，咁咧就喺酒店嗰度帶翻嚟，我落咗個袋裝住咗啦，所以而家咧都仲係濕濕地。我啱啱又再洗過去，所以就係濕嘅。呢個今晚嘅，今日係6月29號，都幾得意喎咁樣，一個個排住。乾晒啦，好乾啦已經，冇晒啦，吸乾晒啦都。OK，呢個係6月28，6月29。